里边请。去，看见了吗？蓝水帆秀菊亮，看见了吗？就是他们俩。任肯，你确定就是他们？哼，他们俩就是华成辉，我也认识。那还等什么？上！走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以为躲得了？识相的乖乖跟我们回去。哎，走！你们是谁呀？哎，阿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废话，给我打！你别打我爹！别人打我，你放定我！放定我！哎呦！林琪姐，你看你们太过分了，光天化日强抢民女。艾迪，别管他们是谁。董琪姐，你看他，艾迪，这是他们，你们这群怎么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老子就是王法！打！救命啊！给我打！好家伙！住手！没事吧？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一脚！给我转了！住手！是的，太厉害了！别捣乱，快走！臭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，老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真是多谢二位姑娘了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没事儿，有我们俩姐妹在，那些人不敢再来欺负你们。别多说了。哎，二位姑娘要走啊？对啊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别多说了，快走。二位姑娘请留步，老汉还没有报答二位姑娘呢。不用了，我们不需要你报答。那怎么行？小女子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知恩图报的道理还是懂得的。这样吧，天色不早了，就请二位姑娘到我家暂住一宿，也好了去我跟我爹的报恩心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呀，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赶路，我都饿得不行了。一会儿上你们家大吃一顿。哎，弟，冬青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又没说错什么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就请二位姑娘行行好吧。刚才那4名恶霸被你们教训了，肯定心里不服。要是晚上找上门来报复，我跟我爹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你说的没错，今天晚上我就上你们家，看那些恶棍还敢不敢来。艾迪，你忘了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吗？冬青姐，这个闲事我管定了。你看他们多可怜啊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冬青姐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这事我一定要管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无话好说。冬青姐，哎，冬青姐，姑娘，我和我爹可就全靠你了。没问题。我家到了，请吧。哇，你们家这么漂亮啊！现在卖唱也可以赚那么多钱。姑娘，你是不太懂吧？现在卖唱可挣不了几个钱。哦，那你们肯定是做别的买卖了吧？姑娘，您说对了，我和我爹是做了别的买卖。哦，嘿嘿。那什么买卖可以赚那么多钱啊？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。好，上茶。请喝茶。姑娘，您喝茶。喝茶。他要睡了。别哭了，醒了，终于醒了。啊，我脑袋怎么那么疼啊！你们是谁呀？这是哪儿啊？什么你们我们的？我们都被拐卖了，关在这个铁笼子里。被拐卖了？我不能被拐卖的。不行，我还得去找我相公和冬青姐呢。快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快放我出去！你别哭了。你哭什么呀？别哭了。
能不哭吗？都被关在这里出不去了，想办法呀！这铁笼可是挺结实的，我要是不打开的话，就凭你们几个小姑娘想把这个铁门打开，除非你们把它给砸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，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哎，这话可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啊！这要怪呀，可不能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们自己，有眼无珠，认人不清。你不用这么瞪着我，我知道你现在恨我。等我把你们卖到有钱的大户人家，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披金戴银，当小老婆姨太太，到时候感谢我都来不及呢。良心被狗吃了！我恨不得现在就出去把你的骨头给拆了！你想拆我的骨头？行，先把这大铁门拆了。好，我现在就把这个铁门给拆了。让开，快让开！瞧瞧我们的厉害，跟他们拼了！跑不掉了吧？把他们全都抓起来！姐妹们，跟他们拼了！好！冬青姐，你肯定特别疼吧？一点小伤，算不了什么。都怪我不好，没听你的话。你肯定现在特别生我的气吧？要不然，你骂我两句。那实在不行，你打我两下也行。你打，你打。真没事儿，谁让我们是亲姐妹呢？你呀，就别再瞎想了。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，经过这次事情，也正好让你看清楚，这江湖险，人心更险。你呀，以后千万别轻易相信任何人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过那些捕快真的是你带来的？你什么时候跟衙门的人打上交道了？这说来也巧，那次我们在茶馆里教训的那些人，正好就是衙门里的捕快。他们跟踪那些人贩子啊，已经跟踪很久了。真没想到，我还以为那些人是土匪恶霸呢。人不可貌相，常言说得好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这也就是江湖。任何事情若非亲身经历，谁又会相信那就是真的？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？有传闻说，那对父女打算在今天把骗来的女孩子卖了。于是我就顺藤摸瓜，找来一个买家，从他口中逼问出来的。冬青姐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后面的事情，哎呀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儿了，而且我再也不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希望你真的能记住，我们都没有亲人了，在这个世上，你是我唯一至亲至敬的人，我不想你受到任何的伤害，你能明白吗？我当然能明白了，冬青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俩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我爹走了，现在你和我相公就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以后我听你们的，
嘿嘿，看什么呢？哦，看手镯呢。又想我姐夫啦？别胡闹。没胡闹。你看吧，我想我相公呢，我就敢说出来；你想我姐夫呢，你怎么就不敢说呢？哎呀，别害臊啦！越说越没正经了。哎，不是让你去买吃的，怎么就2个馒头？拿着吧，就这2个馒头啊，还是我好不容易抢来的呢。冬青姐，我们还要走几天才能到啊？2、3天吧。太好了，这一次我见到我相公，我就再也不跟他分开了。我一定逼他把我明媒正娶了。嘿嘿。那你跟姐夫的事情也总该有个交代了吧？交代？我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。哎呀，我真搞不明白你们小两口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一见面就打打杀杀的。不是说已经定过亲了吗？怎么还这样啊？你要不好意思问，我就去替你问。他要敢不把你给娶了，我就把他给……王太弟，现在烟尘当道，贼子无辜，我还没有这个心思。冬青姐，我每次跟你说这件事情，你都说那些我听不懂的。我只是希望冬青姐你能跟我一样，找到一个心爱的相公，然后啊，能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。红影哥哥，这些都是我亲手为你做的，都是你最爱吃的。我最爱吃的？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红影哥哥，你对过去的事情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那你为什么只记得杨冬晴呢？我是说，你为什么只记得我呢？其实我也不记得，要不是师傅告诉我，你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更不会知道你的名字叫冬晴。那你再仔细想想，除了我杨冬晴，还有谁是和你一起长大的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你再想想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想起来的。有个人从小就很喜欢你，比如说你跟哪个女孩定过亲？定亲？对了，我送给你的手镯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戴上我送给你的镯子，你就是我的娘子了。手镯？我记得给你戴上手镯，还告诉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娘子了。对，我是你娘子。从小我就告诉自己，这辈子要做你的娘子。你看，你送我的手镯，是这个，还是这个？物归原主。你想起来了吗？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想起来的。这些手镯都是你送给我的，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，是不是？不。什么？你说不？我记得那个手镯摔断过，是我找人相好重新再送给你的，不是你手上戴的这些手镯。你说不是？难道你不相信我？就是你梦里的那个杨冬晴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红影哥哥，我和你定过亲的，是你亲口答应要娶我的，我是你未过门的娘子。你想想。我想不起来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你再想想，仔细想想。别逼我再想了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我头好痛啊！好了，红影哥哥，你别想了，我不再逼你了。也许，只有你把过去彻彻底底的忘了，我们才能真真正正、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这么说，是大小姐暗算了你江少侠，还劫走了叶红影。是，长空说的没错。
是不是大小姐还没有回来？真是这样的话，长工赶紧派人去找啊！我为什么要去找？难道大小姐失踪了？长工您一点都不着急吗？着急？我为什么要着急？该着急的人应该是江少侠吧？我？话实说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留在这里，我必须回折剑山庄，跟师父澄清我的清白。哎，红影哥哥，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？现在就算你回去了，他们也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总之，我不能一辈子背负着不白之冤，我一定要回去说清楚。你就让我走吧。等等，要不这样吧，让我替你回折剑山庄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你师父，让他相信你是无辜的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可是，相信我，我是真心要帮你的。没错，杀死我师妹战灵的，就是我。可主意都是魏姑娘出的。好了好了，不管你是自愿的也好，受人指使的也罢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更加佩服江千户了。正所谓无毒不丈夫，你为了功名前程，居然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的未婚妻子，能狠得下这个心的，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呢？长公，请您听我说。好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非常欣赏江千户的魄力。长公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我是一个爱才之人，你又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所以我想帮你。帮？承蒙长公错爱，但是长公什么意思？属下还是不明白。帮你找到叶红影。二位官爷，你们要抓的奸犯就在里边，我带你们进去啊。好。锦衣卫。冬晴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呀？火影哥哥，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再待了，你赶紧换上锦衣卫的衣服，我们离开这里。离开这儿去哪儿？不管去哪儿，总之这个是非之地不能再待了。你换衣服，我们走。知道阳明山庄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雇了那么多的人，谁都不知道阳明山庄。
童心姐，你不是说你来过吗？我还以为一到东山县就能见着我相公呢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不会记错的。小的时候，我爹带我去过阳明山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阳明山庄的的确确就在东山县。既然你来过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找呗。还问那么多人，问了他们也不知道。艾迪，这么多年地方都变了，我一下子记不清楚了。咱们再找找吧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嗯，行。我必须带着火影哥哥尽快离开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。我好不容易才抓住了幸福，我绝不能让幸福再从我手里溜走。这次我绝不放手，绝不。想必厉鬼对魏方总十分了解。倘若真如厉鬼所言，魏方总必定想方设法带着叶红影离开东山县。如今叶红影丧失了记忆，想除掉他是最好的机会。若想永绝后患，叶红影就必须得死，绝不能让他继续活着。魏方总，他为什么带着个锦衣卫？不对，难道是？啊，你过来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去哪儿？官爷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！你看，快走快走！冬晴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到底带我去哪里啊？你别问了，让开，让开！喂，全都给我让开！大胆，还不住手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当本大小姐的去路？啊，9000岁亲临，认识这块令牌吗9000岁的令牌，莫非你是？知道这块令牌就好，还不赶快都给我让开！启禀大小姐，厉公公已经下了命令。大胆！什么厉公公？厉飞鸾不过是我叔叔跟前的一条看门狗。你不是知道9000岁吗？我就是9000岁的亲侄女。你怕得罪厉飞鸾，难道就不怕得罪本大小姐吗？滚开！可是大小姐，少啰嗦！我接到我叔叔的密令，要我即刻返京，还派了这个锦衣卫专程护送本大小姐。你们识相的就赶紧给我让开，要不然我叔叔怪罪下来，你就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是，还不快给大小姐让路！是。大小姐请。站住！江阳北，二师弟，大胆，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看清楚了。千户大人。没错，我就是千户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千户有权调动你们。是大人。二师弟，你住口！本千户在执行公务的时候，不要跟我称兄道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俩拿下！可是大人，这2个人是……混账！你们眼睛瞎了吧？那个装成锦衣卫的人，就是朝廷钦犯叶红影。叶红影，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拿下！来了，2位姑娘要的豆腐脑。哎呀，谢谢啊饿死我了，都好几天没好好吃了。哎呀，我的豆腐脑！对不起，你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小兄弟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哎，姐夫，火影哥哥，我们走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夫，对不起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姐夫好像不认识我们了。快追！别让亲王跑了！站住！别跑！姐夫不是穿着锦衣卫的衣服吗？那些兵为什么还追他们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好，让开！让开！天哪！三哥，大师兄，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我们趁机会抓住他，以便小师妹报仇。不，先通知师傅。火影哥哥，来，在这避一下。冬晴，你快告诉我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我们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先别问那么多了。啊？还是我来告诉你真相吧。二师弟，江瑶北。
他想趁你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，带你远走高飞，然后做一对神仙眷侣。所以他必须让所有人相信是你杀了灵儿，这样他才能把你掌控在手心里。你存心害我！火影哥哥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二师弟，既然你知道她不是我梦中的那个小女孩，那你告诉我她是谁？你说她吗？她就是当今9000岁魏忠贤魏公公的亲侄女魏芳宗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什么9000岁？你为什么要假扮东情啊？因为他爱你，而我却不愿意让自己的女人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男人。你胡说！你能不能闭上你的狗嘴？魏芳宗，我一片真心对你，你竟然为了个傻子离开我，这对我公平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摸摸自己的良心？你这样对你的未婚妻子，对她公平吗？你。别杀我二师弟！火影哥哥，你放手！我不放！哎呀，别！抓叶火影来，先问个清楚。别打！姐夫，姐夫？对呀，她是冬青姐，是你未过门的妻子。他明明是个男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打了。这手镯，你看我给你买的镯子好看吗？物归原主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手镯是我亲手给你戴上的。师傅说了，给你戴上这个手镯，你就是我未过门的娘子。你想起来了？难道说你把我们过去的事情全都忘了？不，我记得这手镯，应该也记得你。你才是一直在我梦里出现的那个小女孩，冬青。你是冬青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冬青，是我未过门的娘子。你一直在我梦里出现。不，她不是，我才是你未过门的娘子。想没有人嫌我话多，也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吧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！姐夫带走，只有他知道谁是你的杀父仇人。姐夫，姐夫，赶快跟我们一起走吧！不行，要走带他一起走，不然我不走。走！师傅，是我们亲眼所见，绝对不会错的。战庄主，你快派人去救英雄哥哥呀！对呀，大侠哥，多简单的事儿啊！只要把鸟儿找回来，问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就行了。师傅，我带着师弟们把叶红影那个混账给绑回来。慢着，你们先别轻举妄动。师傅，小师妹的仇不能不报。行了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踏出折剑山庄一步。你现在真是心狠手辣呀！
连魏方宗你也敢杀？长公，魏方宗不是我杀的，你赶紧派人去追叶红影吧。降妖北，不要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而这掩饰就是事实。长公，我好了好了，是谁杀的魏方宗并不重要，要不要追叶红影，不用你来教我。我不明白长公的意思。红影哥哥，请你原谅我。不，姑娘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，我为什么要怪你呀？别叫我姑娘，叫我名字。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魏方宗，杨冬青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羡慕你。红影哥哥失去了记忆，但他只记得你的名字，冬青。你说什么？姐夫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？红影哥哥，我敢说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可是你的心却早被他杨冬青给占得满满的，根本就容不下我。我真的不甘心。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是我不怪你，要怪就只怪命运捉弄人。都别说了，赶快给他找大夫。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上哪儿找大夫啊？你们别为我白费心了，杨冬青，你不是一心想找杀父仇人吗？现在你动手吧。什么意思？你当初你爹受尽苦心折磨，他苦苦哀求红影哥哥帮他解脱，可是红影哥哥下不了手，所以我就……是你下的毒手，太可恨了！你杀人就杀人，你找什么理由你？算了，艾迪，他已经这个样子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你说的对，我的确是罪有应得。我只是希望你别再错怪火影哥哥了。别再说了，我这就想办法救你。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我师父医术高明，我这就带你回折剑山庄找我师父去。师父，师父，您救救徒儿！出了什么事？别慌，慢慢说。我杀人了。什么？我警告过你，3个月之内不许用剑，你为何又行凶杀人呢？师父，徒儿知错了，徒儿不该违背师命。可今日之事，实属情非得已。师父，您救救我吧！您要不救我，我必死无疑啊！你起来说话。你到底所杀何人？师父，徒儿所杀的，正是当今9000岁魏忠贤魏公公的亲侄女。什么？你说清楚。今日，我看到叶红影和一个女子出城，我便上去捉拿。没想到那个女子出手便是杀招，徒儿只好尽力格挡。没想到一不小心，就把她给杀了。姓叶的狗贼跟我说，那个女子便是魏忠贤的亲侄女。师父，您救救徒儿吧！你要是不救我，我肯定性命不保啊！你糊涂！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是天公地道之事，何况那9000岁权倾天下，你杀了他的亲侄女，哎，只怕今后天下再也无你容身之处了。师父，现在普天之下，
能救我的只有您了。只要您能拿出铁券救我一命，就算他是9000岁，拿我没有办法。师傅，您救救我吧！这个，师傅，叶红影那个叛徒回来了。我求你们让我见见师傅。叶红影，你这个欺师灭祖的畜生，闹够了没有？你再敢往前一步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你们才是畜生呢！我姐夫都这么求你们了，你们还想干嘛？阿弟，不得无礼。各位，麻烦你们通报一声，我们确实有事相求。小骆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都给我住手！师傅，孽徒，你还敢回来？师傅，徒儿回来是求您救命的，您赶快救救这位姑娘吧。这姑娘是谁？我不知道她是谁，我只听说她是9000岁的亲侄女。二师弟说她叫魏方宗。她是魏方宗？师傅，赶紧救救她吧。战伯伯，您医术高明，求求您救救她吧。她伤得太重，别说再世华佗，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她了。战伯伯，冬青求你，再救救她吧。冬青，你叫我战伯伯，莫非你是？没错，家父正是杨莲，晚辈杨冬青拜见战伯伯。是杨莲的女儿。红叶哥哥，我好冷，可不可以抱紧我？啊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师傅，她流了很多血，我求你赶快救救她吧。战庄主，您别错怪了红颜哥哥。其实杀死你女儿的人，他是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真的知道谁是凶手？其实杀死战姑娘的人是谁？说。是。冬青，想你。冬青姑娘。冬青，这哪儿啊？你不要脸！小少爷，冬青呢？切！你做梦去吧！你做梦都不让我做完整了啊！干什么你这是？我困。快说，是谁杀了灵儿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大小姐，来人，把这里所有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李公公为什么乱抓人？我们大小姐死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？如果9000岁知道他的亲侄女躺在你们折剑山庄这冷冰冰的地下，他会怎么想啊？这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人是我杀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要治罪，就治我一个人的吧。好，战天云的徒弟果然有气魄。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住手！怎么，你想犯上作乱？正所谓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姚北行凶犯案，是老夫疏于管教，请厉公公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哼！
人，把反贼叶红影给我拿下！是，住手！怎么，站庄主不知道窝藏朝廷侵犯那是死罪吗？我曾当锦衣卫的指挥使，窝藏侵犯是死罪，我当然知道。那你还阻碍官府拿人？天云兄，先皇赐给你的3面免死铁券，你都已经交出来，我看你还能拿什么来保住这个反贼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有言在先，只要叶红影没有踏出山庄，你就不能捉拿他。难道你要食言？天云兄，食言在先的是叶红影，他不但私自离开了折剑山庄，还想离开东山县。我胡编乱造了吗？厉公，叶红影之前杀了小女灵儿，深仇大恨，希望厉公公念在我们曾经同朝为官的份上，给我一个为小女报仇的机会。天云兄，今天你就是说破天，我也要带叶红影走。不过，我非常想知道，如果我答应了你，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和你的爱徒做一了断？我在下倒是有一个好主意。你们江湖上不是经常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恩怨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一个江湖的人，那么你就用江湖的方式和你的爱徒来了结这一恩怨。什么？怎么，天云兄不愿意啊？我知道天云兄和叶红影之间情同父子，他下不了手，对吧？不过，你们两个再怎么情同父子，总比不上自己的亲生闺女。外人毕竟是外人，我想天云兄也不希望自己女儿的在天之灵不得安宁吧。天云兄，我厉飞鸾也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，我答应你，只要在决斗中叶红影赢了你，我就再也不会过问你们之间的恩怨。天云兄，意下如何呀？厉飞鸾逼我和影儿比武，分明是想借我之手杀了影儿。你这不是逼着我姐夫去送死吗？再说了，他现在傻傻呆呆的，怎么跟他师父决斗啊？没有说的。厉公，只要我跟叶红影比武，以后的事，你当真不会插手？哼，厉某言出必行，一言九鼎，我答应你。什么？我怎么能和师父决斗呢？住口！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如果你想活着离开这里，3天以后你就要打赢我。好，3天后，厉某必莅临观战。来人，在，带大小姐回去。是。马尚飞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。好，谢谢啊。那我告辞了。相公，相公，真的是你啊！哎呀，相公，我都想死你了。我现在是想死我。相公，你干嘛躲呀？相公，你想我了没？我想你想的都快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？马尚飞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信不信我把你骨头给拆了，看你到底想不想得起来？小两口吵架不记仇，你想打他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打呢。对了，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我姐姐呢？冬青姐啊，在外面呢，和站庄主说话呢。杨连兄遇害的事，老夫略有所闻。只是老夫现在已退隐官场，消迹还乡，根本无力营救令尊。青儿，希望你能原谅战伯伯。冬青明白，冬青从来没有怪过战伯伯。恨只恨当年心高气傲，误信奸贼。当双手沾满了鲜血，才知道自己效忠的不是朝廷，
而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奸贼。所以一气之下，折断了那把杀人如麻的宝剑。这就是今天的折剑山庄。战伯伯大彻大悟，我对他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可是，如果红影能跟您一样，那该有多好！当初我一念之差，把影儿送进了神机营，成了魏忠贤残害忠良的刽子手。也许是天意，也许是报应。红影现在失去了记忆。战伯伯，难道您就没有办法帮助红影恢复记忆吗？实不相瞒，老夫甚至不希望他想起以前的事。现在这样对他来说只会更好。晴儿，战伯伯想请你帮个忙。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。战伯伯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办法，绝对不能让他恢复记忆。可是冬晴不明白，您说你要是不在了，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吗？你别多问了，刚才你不是说袁崇焕将军托付你去找顾大人那个铁盒子吗？没错，那个铁盒现在落在魏忠贤的手里。我此次前来，就是想说服红影帮忙夺回那个铁盒。也好，如果能帮助你们夺回那个铁盒，也是帮红影以前做的孽赎罪。可是，我也不知道，红影他到底会不会为了帮助我们，去对付他那个人面兽心的义父？那就要问你了。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难道你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吗？我清楚。战伯伯，难道您真的认为灵儿是红影所杀吗？我不信，因为我了解红影，而且马尚飞跟任院已经找到很多蛛丝马迹，足够证明红影不是凶手。9000岁知道这个噩耗以后，一定会痛心疾首，悲痛欲绝。白发人送黑发人呐。可是长空，您明知道大小姐的死和折剑山庄脱离不了关系，为何？你懂什么？叶红影在9000岁的心目当中，并不比大小姐轻多少。如今，大小姐已经死了。如果叶红影再死在战天云的手上，哼，9000岁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战天云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再出手，一来可以帮助9000岁报了杀子之仇，二来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武林盟主的位子。姐姐，咱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。哎，冬青姑娘，喝口水，我也想你，我都快想疯了。哼，我看你是想死吧。烫。我也想你们大家呀，真希望咱们大家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。我也不想跟姐姐分开。对，我也不想。但是我更希望英雄哥哥也能跟我们在一块儿。叶红影，姐姐，你有好长时间没见到英雄哥哥了吧？你一定有好多话想对他说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师父，如果您不愿意相信我是清白的，那您就亲手杀了我，为小师妹报仇。我绝对不会跟您还手的。没想到我们师徒俩要走到以死相搏的地步。只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厉飞暖这个老狐狸就在旁边盯着。再说，他用灵儿的死为借口，我岂有理由不答应？可是灵儿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我不是凶手啊！难道你还不明白？不管你是不是凶手，他们都不会放过你。你唯一的选择，
一定要全力以赴打赢为师，要不然，不光是你活不了，青儿跟人愿也没有活路。3天之后，为师在藏剑炉等你。师父，师父！战伯伯，战庄主。哎，快走吧。英雄哥哥，战庄主怎么不高兴了？你是不是惹他生气了？我不想惹师父生气，也不想跟师父决斗。什么？你要跟他决斗？这不开玩笑吗？他是你师父，你打不赢他的。这个我也知道，可是师父非要让我跟他决斗。战伯伯应该有他自己的苦衷，不过我也在想，他不会还有别的什么用意吧？哎呀，别想那么多了。英雄哥哥、姐姐，你们好不容易见了一面，一定有好多话要聊。那你们慢慢聊吧，我到那边给你们看着，不让任何人打扰你们。哎，人愿。冬青，你跟我在梦里见到的你不太一样。梦里？那你告诉我，在你梦里，我是什么样子？在我梦里，你是个小女孩，可是眼前的你，眼前的我怎么样？很美。还有呢？你在梦里告诉我，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，要我把手洗干净。的确，我希望你的手干干净净的。如果你的梦里真的有我，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以后你的双手再也不要沾满鲜血？以后我的手上再也不要沾满鲜血。那以前我的手上都是血淋淋的吗？以前的事情你就不要再问了。我只是希望以后你的手永远干干净净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的手一定很干净，而且我一定要证明灵儿不是我杀的。冬青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哎，大侠哥，大侠哥，我求求您救救我，只有您能救我这条小命。马壮士，又有谁欺负你，让你哭成这个样子？说不好是人愿淘气戏弄你了。不是他，小少爷平时折磨我，撑死就是皮肉伤。这回是那个女疯子，她非要我跟她成亲，我要是不答应她，她就取我小命。你是说和冬晴一起来的那位姓曾的姑娘？对，就是她。那女子力大无穷，她的要求我稍没满足，她就对我暴力相向。大侠哥，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？好，我待会儿去找曾姑娘，好好劝劝她。哎呀，大侠哥，您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她犟得很，从来不听别人说话。那你让我怎么帮你啊？想让您教我点武功。教你武功？对，不用特复杂的，简单点就行，就是那种咔咔一下就能摁着那种。这个，大侠哥，你别琢磨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哎，我给你跪下。好，我答应教你武功，真的。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都答应。好，那你要记清楚了。日后如果碰到什么危险，你一定要全力帮助红颜，
不能让红影跟人院有任何危险。大侠哥，请您相信，谁要是胆敢伤害他们两个，除非踏着我的尸体。每个角落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不行，一定要找到证据，才能向师傅证明我的清白啊！先别急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把战灵当天遇害的情形从头到尾的告诉我。是这样的，当时我叫小师妹在这里等我，我刚一出门没多久，就听见小师妹在喊：“大师兄，杀人了！”你刚一出门口，就听到她的叫声，那就说明凶手一定不是从门口进来的，否则你就会遇见。哎，你怀疑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？你看这个，会不会是凶手留下来的？这个在折剑山庄里面就没有人穿过这种布料的衣服啊。骑兵9000岁，东厂厉公公传来的密信。什么？宗儿他9000岁，立刻飞鸽传书，急告厉飞鸾，无论用什么办法、什么手段，都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叶红影抓回京师，由我亲自问罪。是。宗儿，你怎么忍心让叔叔这白发人送你这黑发人啊？叶红影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宗儿就不会惨死他乡。是你让我失去了宗儿，我要让你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太好吃了，这桌菜太丰富了。但是这桌菜不是我请的。二师兄，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可没钱啊！你早说你不请客，你看你怎么点这么多啊？虽然不是我请的，但我没说我不付钱啊。大家都到齐了，各位少侠大驾光临，真给厉某面子。二师兄，这厉公公请咱们喝的什么酒？嘿，这位少侠说话就见外。百姓是人，当官的也是人。我厉某以前就出生在寻常百姓家，而且还是穷苦人家出身。这位大人，师傅吩咐过，不许我们跟官府打交道。这顿饭我看还是不吃了吧。慢，各位师弟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二师兄，今天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4个字：扬名立万。在座的各位都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们身在江湖为了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了能够扬名立万、光宗耀祖吗？可是各位看，我们空有一身的武功，却要窝在山庄里当一个山野村夫，你们甘心吗？啊？我不甘心。二师兄说的有道理，咱们几个谁不想像师傅一样，名满江湖，扬名立万？可是这名利，也不是说能争就争来的。师傅他老人家说过，不准我们争名夺利。他老人家的话，又有谁敢不听呢？师傅已经老了，他能管得了我们一时，能管得了我们一世吗？要想光宗耀祖，要想扬名立万，我们只能靠自己，
必须抓住机会。现在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摆在各位眼前。什么机会？这位东厂的厉公公说了，只要各位师弟肯效忠锦衣卫，就给每个人一个百户的官职，是吧，厉公公？各位少侠，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。大侠哥，我斗胆的问一句，你刚才已经教我怎么拿剑了，那是不是我就算你徒弟了吧？哼，马壮士，你何必非要这个师徒的名分呢？哎呀，大侠哥，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你想想啊，以后我要是游走在江湖，报上我师傅的大名，哎呀，肯定是跪地上一片呐，多过瘾呐！哼，我们别说这些了，有一件事，希望马壮士可以助老夫一臂之力。师傅，我绝对不能助您一臂之力，必须2臂，再加2腿儿。我一定使出吃奶的劲儿来，帮您努一把。那就拜托马壮士，帮我把这拜帖送给我武林中的好友。啊，你们又要煮酒论剑啊？不，我要我的好朋友赶来见证我跟红影的决斗。师傅，这事不用见证，他是你徒弟，你怎么打都赢。谁胜谁负，还言之过早。总之，我希望这些拜帖能早日送到。马壮士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折剑山庄的周围早就被官兵包围了，一般人不能轻易进出，只有你轻功改式，才能带老夫走一趟。哎呀，看来这么重要的事只有我能完成了。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实不相瞒，我的朋友能不能赶来见证我跟红影的决斗，直接关系到你跟红影，还有人愿跟杨姑娘能不能平平安安的离开折剑山庄。离开山庄？师傅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拜师您烦，所以找个借口把我支走啊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就不拜师了，我不想离开您。并非老夫想把你们赶走，只是你们不得不走。拜托。战伯伯，战庄主，人员，你们都在啊，正好。麻烦你比武以后把这封信交给红影。战伯伯，您为什么不亲手交给红影呢？还有，您有什么话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？这个，战伯伯，您该不会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大家吧？不，老夫怎么会有事瞒着你们呢？只是我跟红影要比个高下，我担心万一有什么不测，老夫还有很多话来不及跟红影说，只好写在信里面。战庄主，您又开玩笑了，您怎么可能有不测呢？您是英雄哥哥的师傅，您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打赢他。要是真有什么不测，那绝对是英雄哥哥。天下事无绝对，拜托，千万要记住，比武以前，这封信不能打开。答应战伯伯。放心吧，战伯伯。太好了，你们都在啊！战庄主好，你们看到我相公了吗？我找了他一整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没有啊，我一直跟姐姐在一块儿，没看到马上飞。那就怪了，我问了所有的人，他们都没看见马上飞。会不会他怕我向他逼婚，脚底抹油又开溜啦？这位姑娘，千万不要误会，是老夫请她帮忙办事去了。哦，那办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反正马壮是不会跑的，比武以前他肯定会回来。哎，战庄主，那你让他给你办什么事儿啊？战庄主，战庄主，哎，站住，艾弟，你就别再烦战伯伯了，他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马上飞是去办事，又不是开溜。对呀，艾迪姐姐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孩，你懂什么？反正我现在已经是有相公的人了，他要敢对不起我，我就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剁了他的肉，然后去喂狗。可怜的马上飞，看来我对你还算是好的了。就是嘛，艾迪。哎，要我说，
你也该改一改对待马尚飞的态度了。怎么改啊？你每天对马尚飞不是打就是骂的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打是亲，骂是爱呀，老人家不都这么说吗？再说了，我不对他这样，那我对他怎么样啊？信任。来人！哎，文皇，不是刺客，我是来送拜帖的。捉奸山庄，没错，我解。走。预备，上！快，上！快射下来！哎，不要射！我是信鸽，看点。折剑山庄？对。嘿山庄。师傅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只要记住，明天全力以赴的去比武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，和其他人一样，认为灵儿是我杀的，不肯原谅我。不，你错了。我知道你跟灵儿的死无关。真的？既然师傅相信我，为什么明天还要……别多问了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可是师傅，还有别的事吗？师傅曾经说过，就算是山珍海味，也比不上我亲手为您煮的一碗粥。我希望师傅吃饱了，明天有精神。放下，出去。师傅，您趁热喝，我下去了。站庄主，可真早啊！厉公公，昨天晚上，厉某一夜未睡，生怕错过了这场龙虎斗啊。站庄主和叶红影都是当今武林1等1的剑术高手，今日一战必定精彩非凡，您说是吗？战梦所知，厉公公武功深不可测，只怕今天让厉公公见笑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是叶红影那个叛徒来了。师傅，让我替你跟这个叛徒决斗吧，我要替灵儿报仇。师傅，让我们师傅，让我去，师傅，让我去吧，师傅，给我住口！今天谁都不能插手。剑，今天你还是用你这把剑。可是师傅，厉公公，比武以前，
我想请你帮我们见证。见证？怎么见证啊？这里有一份生死状，这场比武，如果我赢了，叶红莹无论生死都交给厉公公处置；如果我败在叶红莹的剑下，那叶红莹一行人等就可以安全离开折剑山庄，离开东山县。站庄主，您这是？江湖规矩，决斗无非是一场赌博，赌博就要有赌注，而这赌注就是性命，你死我活。还请厉公公为我跟叶红爷这场赌命之争做个见证。好吧，既然站庄主如此说了，厉某那就成全了。那就请你在生死状上盖个手印。曹军，是师傅。厉某已经根据你说的要求把手印按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谢谢厉公公，请你们退下。走，你们也退下。是师傅。亮剑吧。师傅，你我一立生死状，绝对不可以手下留情。颖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哟，师傅！拔剑！糟了糟了！林峰哥的这套剑法只能守不能攻，这次他死定了！红影！提剑！掌剑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师傅教我的每一招每一式。我看不是这样的，我看战伯伯并非真的在和红影过招，而是在教他剑法。落剑！出剑要有力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傅。每一招你都学，仔细想一想，还记不记得？决斗的时候要全力以赴。师傅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好，那你就用你学的每一招每一式来对付我吧。可是，停
我真的很想知道自己是谁。你是我战天云引以为傲的徒弟。我真的是您的徒弟吗？你当然是我的徒弟，而且还是我战天云门下的大弟子，更是我一手抚养成人。这碗粥让师傅想起了什么？父子情，在师傅的眼里，不管什么山珍海味，绝对比不上这碗粥。原来师傅是以自己的性命换我一命。没想到我们师徒俩要走到以死相搏的地步。只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3天之后，为师在藏剑炉等你。大侠哥，剑庄这是怎么了？按照你的吩咐，我把各路掌门全请来了。好，灵儿，你过来。先杀灵儿，又伤师傅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姚北，师傅，你这个鸟人，他是你师傅，你居然敢杀他！我跟你拼了！马上回！不能怪你大师兄。大侠哥，你说大师兄什么意思啊？我传译给你，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。这把剑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信物。谢师傅。战伯伯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师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这么做，徒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错不在你，姚北。徒儿在。为师走了以后，你在大厅牌匾后面把那个锦盒拿出来，当着各派掌门宣布新的庄主是谁。不要，师傅，您没事的，您肯定会没事的，师傅。我很快就会看到灵儿了，我想她。来人，将叶红影等一干反贼给我拿下！慢着，李公公，你言而无信。我们立了生死状，我现在打败了叶红影等，他们应该可以平安离开了。战天云，你，你果然是只老狐狸，走了一手妙计。哼！你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让我做你和叶红影的证人，你还用自己的一条命换来这几个狗贼多活几天。好，妙招啊！李公公，今天所有各派掌门都齐聚在这间山庄，如果你背信弃义，违背约定，我看各派掌门都不会服你。对，你不能言而无信，不能言而无信的，不能言而无信，不能这么说呀！啊，不然我们哪能服你的？战天云，你狠！婴儿，师父，为师扪心自问，你今尽了为师为父的责任，为师对你所能做的就这么多了。
下，战伯伯并非红影所害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想狡辩？叶红影，受死吧！师父如今尸骨未寒，一定不愿意见到你我反目。等安顿好师父，